工場就聽得多啦，大家有冇聽過日間展能中心啊？到底佢同工場有啲咩唔同呢？日間展能中心主要係俾嗰啲唔能夠喺工場做嘢嘅殘疾人士，主要以呢個嚴重智障人士為主，所以喺宿舍同日間配位上面，嚴重智障人士嘅院舍係同日間展能中心配對嘅，即係話院友夜晚住喺院舍裏面，日間就會去到展能中心活動。咁到底佢哋喺展能中心做啲咩㗎？第一，佢哋會為會員進行生活技能訓練，包括自我照顧、家居生活、簡單嘅烹飪。第二咧就係社交與情緒方面嘅，培養佢哋嘅溝通能力、人際關係同情緒管理嘅能力。第三就係簡單嘅工作技能，訓練學員執行一啲簡單流水線工作同埋手工藝，建立呢個工作嘅習慣。第四咧就係輔助醫療嘅服務，定期會有物理治療啦、職業治療、臨床心理學等等嘅治療，目的係維持學員嘅身心健康。第五，康樂同埋社群嘅活動，佢哋會舉辦啲戶外或者戶內嘅活動，例如音樂、舞蹈、畫畫、運動、社區嘅共融活動同埋義務工作嘅。人總會有老嘅時候㗎嘛，咁佢哋咧會為啲年老同埋身體健康轉差、冇能力進行密集式訓練嘅學員提供適度嘅康復訓練同埋義務工作嘅服務嘅。由以上可以睇到，佢哋唔係以工作導向為主，而係以活動啦、訓練啦、職業治療、物理治療等等基本嘅生活能力訓練同埋身心健康照顧為主嘅。展能中心分有日間位同埋同宿舍配對嘅位。日間位嘅意思就係學員佢哋唔需要住宿服務，而同宿舍配對嘅呢，就係學員同時需要住宿同埋展能服務。就好似靈實蠔涌日間展能中心暨宿舍，就係為有住宿需要同埋展能訓練嘅學員而設。由於展能中心同嚴重智障人士宿舍配對，稍後我哋會同大家介紹嚴重智障人士宿舍嘅情況。